大家好，歡迎嚟到法式學堂，我係孖天央楊雲峰律師。一個未成年人到底需唔需要為咗佢一個疏忽負上民事責任呢？而法律嘅基礎到底又係乜呢？好多人可能有一種固有嘅觀念，就係法律對於一啲未成年人，例如10歲以下嘅人呢，係沒有刑事法律方面嘅責任嘅，以為呢一方面亦都係等於適用於喺民事嘅法庭度喎。細路仔整壞嘢整親人道歉就得啦，但係其實民事侵權呢所注重嘅嘢就唔係懲罰，而係補償。嗱，最近睇新聞或者碌手機嘅時候，有陣時都會睇到一啲令人幾心痛嘅片段。校園欺凌，未成年人犯法，好多時大家都會有一種錯覺。小朋友，呢個麥當勞我喺度食開嘢嘅，你有冇問過我先嚟啊？我嗌加大，你有嗌加大？喂，點解僆仔㗎？沒關係啦，他還是個孩子嘛。咁未成年人惹咗禍，拍拍籮柚就走人，係咪就唔需要負上任何嘅法律責任呢？曾經喺淺水灣度發生咗一宗交通意外，就係一個14歲嘅當事人因為開車門而導致他人受傷。咁香港嘅民事法庭又點睇呢件事呢？2005年嘅7月13號，香港正值炎熱盛夏，好多朋友都中意玩水啊。淺水灣就係香港嘅旅遊勝地啊，成日都好多遊客擾擾攘攘嘅。咁呢一單案嘅第一原告呢，就係一個正值壯年29歲嘅職業係救生員嘅人。平時呢，佢就好中意做運動，又會參加馬拉松，仲要係長途游泳比賽嘅常客添。佢啲比賽呢都攞幾多獎嘅。咁第一原告呢個名叫做梁國龍，咁我簡稱佢梁生啦。咁嗰日阿梁生同埋第二原告就係佢同事叫做黃先生啦，啱啱就結束咗嗰朝早嘅救生員工作值班，咁就喺午休嘅時間，阿梁生就揸住部電單車載住阿黃生一齊去金鐘做嘢。咁做完啲嘢之後呢，佢就諗住喺金鐘揸翻電單車去淺水灣繼續翻當日救生員值班嘅工作。當佢哋行駛到淺水灣海灘道嘅時候，個情況就發生咗啲變化。海灘道咧就係一條單程路，咁平時車嘅流量都唔細嘅。梁生遠遠就見到前面有一架的士停咗喺馬路嘅正中間。咁點解會停喺個路嘅正中間呢？原來咧喺的士嘅左邊已經停咗一排嘅小巴，咁所以的士即係停喺佢哋側邊，即係路嘅中間啦。嗱，咁樣一嚟咧，的士同埋右側嘅行人路中間咧，其實咧得翻好少位可以俾人哋行嘅啫。咁梁先生作為一個有經驗、負責任嘅駕駛者，佢冇話即刻去爬頭嘅，佢係咧好守規矩咁停咗喺的士嘅後邊。咁佢靜靜地咁喺度等待，等咗1秒、2秒、3秒，一路等到第10秒，前面架的士都係喐都冇喐過嘅。咁架的士又喐都冇喐過，又冇打4個燈，咁梁生就諗部的士應該係卡死咗喺度唔走噶啦。於是就決定喺個的士嘅右邊爬頭過去，即係頭先講嗰個好狹窄嘅空間。咁佢重新開翻部電單車，控制一個好安全嘅時速，大概係20-30公里度啦。咁就慢慢咧就去到的士嘅右邊。咁當佢部電單車去到的士嘅車身嗰一瞬間，右邊的士後邊嗰道門突然間打開咗，好似埲牆咁樣擋住咗呢部電單車嘅去路。但係由於個距離實在係太近，電單車個速度雖然唔快，但係根本都冇俾司機足夠嘅反應時間去剎車。咁梁生同埋黃生就連人帶車俾巨大嘅衝擊力咧，就拋咗出去。咁佢哋就好大力咁跌咗落去呢個瀝青馬路上邊啦。而推開呢道車門嘅就係的士裏邊嘅女乘客，就係今次嘅被告林小姐。當時嘅佢仲差3個月先至滿15歲。咁意外之後，救護車好快就到達，送咗梁先生去律敦治醫院。咁經過醫生詳細檢查，發現梁先生嘅傷勢一啲都唔輕喎。佢呢就左邊嘅小腿骨骨折，左髖同埋左膝呢都挫傷，右腕呢又扭傷，全身呢仲有多處擦傷添。對於一個需要體力嘅救生員，同埋佢一個咁熱愛跑步嘅馬拉松運動員，腿部嘅骨折咧，對佢嚟講真係一個沉重嘅打擊。咁喺7月15日就打石膏，10日之後咧就拆咗石膏，不過換咗啲支架上去。咁去到7月27號咧，佢先至可以出院。但係出完院之後咧，都仲要接受漫長嘅物理治療，
直到2005年嘅12月，佢先至叫做勉強完成到呢個療程。成個過程佢足足請病假請咗143日。雖然佢最後恢復工作，但係呢一場車禍呢，真係喺佢身上留下咗一啲後遺症。咁佢同法庭講，佢嗰個左小腿仍然都會持續咁痛同埋麻痹，而活動能力呢亦都大不如前。咁佢唔可以攞重嘢，又唔可以踎得耐，甚至乎喺沙灘上邊拖救生艇嘅時候都需要同事幫手。更加令佢心痛呢，就係佢嘅馬拉松同埋長途游泳嘅成績呢大幅下滑，咁令到佢冇乜心機再參加呢啲比賽。咁案件就進入漫長嘅司法程序。喺2010年案件正式審理嘅時候，第二原告黃先生因為破產嘅問題就退出咗呢單官司。而的士司機其實佢都係被告嚟㗎，就同原告達成咗一個庭外和解。咁最終剩翻面對審訊嘅被告就係嗰一位未滿15歲嘅女乘客吳小姐。試下大家換位思考啊！如果你行緊街嘅時候，俾一個14歲嘅白厭星喺樓上掉咗嚿磚頭落嚟砸親你，導致你半身癱瘓，成世都要坐輪椅。如果法律規定由於嗰個白厭星係未成年人，所以係唔需要作出任何賠償，咁呢樣嘢覺得對你嚟講又公唔公平呢？你需要承擔嘅係咩呢？有呢一個醫藥費啦，失去收入嘅數目啦，同埋呢一個你自己承受嘅痛苦啦等等。咁所以喺普通法下邊，就算係未成年人，佢哋都需要負上民事嘅賠償責任，佢哋係冇絕對嘅豁免權嘅。咁法官會點樣去判一個未成年人嘅疏忽呢？法律又會唔會用一個成年人嘅標準去睇一個10幾歲嘅細路呢？咁法官會問啦，喺一個同樣年齡、智力、經驗嘅合理嘅兒童喺同一個情況下，到底佢會點做？嗱，法官喺判詞度咁講嘅，佢就話呢，被告當時仲爭3個月先夠15歲啊。但係香港呢一個交通繁忙嘅大都會裏邊呢，一個就嚟15歲嘅青少年，其實絕對已經具備咗足夠嘅常識，知道喺馬路中間突然間開車門呢，係一定要睇下後邊有冇車先。咁既然一個合理嘅15歲嘅青少年應該係要做得到嘅，不過你冇做到，咁樣就係疏忽啦。所以佢就必須承擔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所有嘅謹慎責任，而未成年就絕對唔係民事侵權嘅擋箭牌。咁既然未成年人係需要負上責任，咁啊冇理由我哋要求一個着住校服嘅年青人走去請律師上庭打官司啊。呢度咧就牽涉一個未成年人亦都要參與訴訟時候嘅實際操作啦。喺香港法律度，未滿18歲嘅人士就會被稱為無行為能力嘅人，佢哋唔可以直接用自己嘅名義去打官司嘅。如果未成年人係原告，佢必須要有一個起訴代表人，英文叫 lex friend。而如果未成年人係被告，佢亦都必須要有一個訴訟監護人。咁呢個代表人或者監護人又會係邊個去做呢？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下，其實都會係佢哋嘅父母。嗱，咁大家留意下我哋講緊嘅呢單案件裏邊呢，其實都有一個幾關鍵嘅細節嘅。嗱，喺案發嘅時候，被告其實都係得14歲啫。當原告發出傳票告佢嘅時候，其實佢都仲係一個未成年人，所以當時係佢嘅媽媽、母親作為訴訟監護人代佢去應訴嘅。但係呢單案拖咗好幾年，咁之後被告都大個啦，變咗18歲啦。咁呢個時候法律程序又點行呢？嗱，判詞咧就寫得好清楚喎。佢就話咧，當佢成年之後，佢就以自己嘅名義接管咗呢一單訴訟程序，即係話一旦佢年滿18歲之後，父母代打嘅呢個角色咧就會功成身退啦。咁被告咧就必須以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嘅成年人去面對呢一場官司啦。呢個亦都係點解後嚟被告要承擔呢一單案件嘅後果啦。咁去到呢個位呢，又可以同大家發釋一下啦。喺香港一般嘅關於人身傷害索償嘅訴訟時效呢，就係3年嘅。簡單啲講呢，就係你受傷嗰日起3年內，你一定要去法院立案。如果過咗呢個期呢，法院呢係有權唔受理嘅。但係對於未成年人嘅傷者嚟講呢，
法律咧係俾咗一個好大嘅保護。如果受傷嘅人係一個未成年嘅人，咁佢去到18歲嘅時候，呢3年先至會開始去計算嘅啫。嗱，同大家講個例子啊，一個8歲嘅小朋友喺學校俾人哋嚴重欺凌導致受傷，而佢嘅父母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就冇去當時起訴呢個施暴者。咁過咗3年，係咪就已經失去咗訴訟嘅時效呢？喺法律上就係冇關係嘅。呢個小朋友嘅訴訟時效呢，其實一路咧都係處於呢個凍結狀態，直到佢18歲生日時效，跟住先開始計算，即係話會去到21歲先至夠鐘嘅，即係話佢可以攞翻當時被欺凌襲擊嘅證據呢，喺佢18歲到21歲呢3年期間，仍然去法庭嗰度咧作出訴訟，要求對方作出呢一個民事賠償。咁最後咧講翻呢單案件，法庭咧就住呢一個14歲嘅被告咧，佢咁樣突然間開車門咧，作出咗一個賠償嘅裁決。咁法官就參考咗以往嘅案例，亦都針對梁先生失去咗生活嘅樂趣同埋佢所承受嘅痛苦咧，就判咗18萬港元喎。仲加上咧審訊前嘅收入損失就係77000幾啊，仲有未來賺錢能力嘅損失咧就46000幾，仲有一啲醫療啊同埋交通咧一啲特別嘅損害賠償啊，就係3000幾嘅啫。咁總計賠償金額咧都去到30萬左右嘅，而被告咧仲要俾原告訴訟費用同埋當中嘅利息添。嗱，咁30萬其實對好多香港人嚟講都應該唔係小數目啦。咁咧，亦都有好多人咧誤以為小朋友未成年咧，法律咧喺民事上咧佢有個保護罩就唔需要負責任嘅。咁呢單案例我哋睇到咧就唔係咁嘅。只要法庭認為嗰位未成年人已經具備一定嘅認知能力，咁佢就要為咗自己嘅行為負上民事責任。嗱，就唔係講呢單案啦。唔知大家有冇遇到身邊有啲小朋友做出一啲好離譜嘅行為，而導致其他人有好嚴重嘅損失？而好多時呢啲小朋友嘅家長都有一個 model answer 嘅，就係佢咁細個，你唔係同佢計較嘛？而呢種諗法唔知大家點睇呢？歡迎喺下邊留言。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